随便坐吧。味儿吃，那我自己吃。要不我给你做饭去，吃泡面对身体不好。你会做饭啊？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经常给她做饭。那你坐去吧。人料不全，只能做饭这个。味道不错啊，那你可以去赚钱啊。哎，不喝酒，一会儿他就打工。打什么工？我在零一店上班。我不想我妈太辛苦，我想我妈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老板人好，一个月给600。才600啊！行了，你别去打工了，你把这酒喝了，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不喝了吧？不行，那现在走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这儿上班。走。白天叫你来不来，晚上一个人偷偷跑来看我。我给你介绍小兄弟，我的学生，二老板叫修哥。阿秋哥好。跟你当哪一样啊？到郁金香挖掘小弟，少废话，不需要。那你带个小朋友来干嘛？就这样，孩子比较辛苦，我求你给他找个师傅。了解。小兄弟，我这里缺几个端酒水的服务生，想不想干啊？有没有600块的就业？然后白天要不要上班？因为白天还得上课。 600块钱啊？那我给你开3000块一个月，好不好？然后晚上7点上班，第二天2点下班，然后做得好我给你奖金。真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随时都可以的。阿达，带这个小兄弟到后面换一套服身衣服。等一下，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周安。好好干。哎，看不出来啊，平时铁公鸡怎么今天这么大方啊？好了，别玩我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对我的。既然都来了，喝几瓶再走吧。